聖經默想詩篇130篇。詩篇130篇係詩篇上行之詩當中其中嘅一首。上行之詩有登階嘅意思，代表住一班以色列人去到耶路撒冷，一步又一步咁走上聖山，去到聖殿敬拜主。不過，亦有學者認為上行之詩嘅編排同以色列人被擄亡國嘅背景有關。換句話講，當以色列人唱誦上行之詩嘅時候，佢哋唔一定係喺耶路撒冷，反而係喺異國當中，喺仇敵嘅國度之下。一方面，佢哋正面對住國破家亡嘅痛苦；另一方面，卻又仍然深信上帝拯救嘅應許必然會實現。佢哋正係處喺一個殘酷嘅現實同信心盼望之間。以色列人呢個嘅處境，同我哋今日所面對嘅處境，有冇一啲相關嘅地方呢？或許我哋今日都可以從呢一個嘅心情，呢個角度出發，一同去默想詩篇130篇。詩篇130篇，耶和華啊，我從深處向你求告。主啊，求你聽我的聲音，願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。主耶和華，你若究察罪孽，誰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我等候耶和華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話。我的心等候主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以色列啊，你當仰望耶和華，因他有慈愛，有豐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贖以色列，脫離一切的罪孽。喺呢一刻，讓我哋進入到去經文嘅當中，作更深嘅默想。喺開始嘅時候，詩人向主發出咗禱告，佢話：耶和華，我從深處向你求告。主啊，求你聽我的聲音，願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。詩人話佢從深處向主求告，深處有一個象徵嘅意義，代表住處喺一個極大嘅痛苦、磨難或者低落嘅精神情感狀態之中。喺極大嘅困苦裏邊，詩人向主求救，懇求上主聆聽佢心底嘅聲音。喺當下嘅你，係咪處喺深處之中？你向上主要發出一個點樣嘅禱告聲音呢？讓我哋喺呢一刻向主禱告，從深處發出向主嘅禱求。
當詩人進入喺禱告之中，佢慢慢將眼光從自身嘅困苦轉移到佢所相信嘅神。佢話：主耶和華，你若究察罪孽，誰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詩人再一次嘅認定，上主係公義嘅主，亦都係憐憫人嘅主。佢係公義嘅主，若果佢要究察罪孽，冇人能夠站立得住。同時之間，佢亦係憐憫人嘅主，喺佢裏面總有赦免之恩。今日當我哋重新認定上主嘅公義同憐憫嘅時候，對於當下嘅你有啲乜嘢嘅啟迪呢？主發出禱告，然後佢能夠將眼光注視喺佢所相信嘅主身上。禱告之後，佢向上主講，佢話：我等候耶和華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話。我的心等候主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，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。詩人話佢要等候耶和華，縱然眼前嘅現實同心裏邊所期許嘅相差甚遠，但係詩人仍然願意，亦都相信佢嘅等候係有意義、有價值嘅。此一刻，你係咪都係等候緊耶和華呢？你心裏邊所等待嘅係啲乜嘢呢？你對於呢一份嘅等候，帶住一份點樣嘅期待？呢一刻，你想同主講啲乜嘢呢？喺困苦當中嘅詩人，喺禱告當中向神發出呼喊，重新認定上主係公義同憐憫人嘅主，繼而學習等候嘅功課。最後，佢唔單止自己從困境當中走出嚟，更加呼籲自己嘅同胞仰望上主。佢話：以色列啊，你當仰望耶和華，因他有慈愛，有豐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贖以色列，脫離一切的罪孽。詩人相信拯救必然會臨到自己同埋同胞嘅當中。你相信拯救會臨到你身上，亦都臨到喺同胞，喺我哋所關心嘅人身上嗎？喺呢一刻，讓我哋一齊同心祈禱。親恩主，我哋喺深處向你發出禱告，願你側耳聆聽我哋心底嘅懇求，讓我哋重新將眼目定睛喺你嘅身上，
認定你就係嗰位公義同憐憫人嘅主。主啊，今日我哋喺困苦嘅當中，好需要你重新進入喺我哋生命嘅裏邊。主啊，我哋等候你，等候你將盼望、將應許重新放喺我哋心靈嘅深處，引導帶領我哋。唔單止我哋自己要得着拯救，願我哋所愛嘅、所關心嘅、所痛心嘅人同樣得着拯救。主啊，我哋仰望你，願你嘅話語成為我哋嘅安慰，成為我哋嘅幫助。我哋喺你面前嘅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